继续来看屏东的枋寮病院，因为有印度变种病毒的确诊者去遐看过医生，为6月28开始关门大消毒，搁来增设到3位的社区的体检站，扩大来体检。今仔日枋寮地区的体检进入到第4天，最后一天了。一透早也是有袂少的乡亲要去体检，这乡亲讲，这检咧感觉较安心。一透早，屏东东海国小的体检站就有民众排队等要做体检。今仔日是枋寮地区的体检任务上尾一天，民众就讲也是会烦恼，做体检才会当较放心。足紧张的。安怎紧张？惊伊细节出来袂安怎咧？有比较安心，但是个人防疫还是先做好。枋寮活动中心的注射站人潮的状况更较明显，袂少时代拢想要赶紧来注疫苗，帮山地区的民众嘛真有感觉。你这个治疗较安心无？屏东枋寮病院因为有 Delta 变种病毒的病人去过，28号开始就关起来大清扫，嘛设3个体检站。好约14号到26号，捌去枋寮病院急诊或者是门诊的民众，赶紧去体检。明仔载开始嘛要开始进行全乡的大消毒。疫调显示，较近的高龙翁仔某肉和邦山 Delta 群聚案当中的确诊者，伫同一个时间去病院，敢是病院内底接触的感染。在那个地方有重叠啦，重叠就在后腿的地方。对，他现在坐在那边。对啊，就在后腿都是一样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现在目前认定说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感染到。那我们就尊重中央的他们现在疫调的结果。同样的候诊区，那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这我们把时间序，然后呢专业去判断。是毋是阁有其他的感染源，阁会进一步调查？自伫要封村到停止营业，阁有快筛检测连续要1礼拜。枋寮邦山的民众拢真紧张，嘛真无奈，敢若会当毋望疫情赶紧结束。